西多士帶你漫遊香港公共圖書館。想免費睇我呢幾本書，嚟香港公共圖書館啦！其實依家啲圖書館咧真係好鬼正㗎，除咗有書睇之外，仲有各種你未必估到嘅服務添。今日就帶大家嚟到21年重置後啟用嘅秀茂坪公共圖書館體驗一下啦。呢個館嘅設計概念咧係嚟自對出嘅嗰一棵超大棵嘅觀塘區樹王。設計師咧係想將呢一度打造成為居民嘅後花園，將室內外嘅界線打破。例如有好多幅超巨型嘅玻璃窗，將啲自然光引入嚟，亦有大量嘅木製家私同埋原木式書架。呢款書架中間係整咗啲座位，就好似喺花園散步咁，隨時隨地咧都可以拎起本書坐低嚟睇㗎。呢款書架係咪好似一棵大樹咁呢？喺兒童圖書館呢一度都有一棵㗎。呢一個館真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竟然整咗一個唔細嘅推廣活動室。有活動嗰陣時候咧，就用夾板分隔。平時真係打通返兒童圖書館，等小朋友咧有更加多嘅空間喺大樹側邊睇書㗎。圖書館亦都推行緊智慧圖書館系統，譬如呢一部新嘅自助服務機，可以管理圖書館賬戶同埋瀏覽圖書館網站。嚟緊係可以用嚟參加推廣活動、chatbot、繳費等等。部機係有埋 touchscreen 同埋手寫功能嘅，揾書就更加簡單啦。如果發現想借嘅嗰一本書，譬如小弟嘅呢一本俾人借咗，都可以喺呢一部機度或者上返圖書館網站度 hold 書㗎。呢一部自助借書機咧係用上 RFID 嘅技術，只係需要一陣間咧就可以一次過借晒我3本書走啦。還書嗰陣時候咧就用呢一個特快歸還服務掉入去，咁就走得㗎啦。依家圖書證咧係可以借成10本書咁多，啱晒各位書蟲啦。呢一度嘅列印服務咧係勁平㗎，咁所以我成日都嚟圖書館印嘢嘅。館內都有好多無障礙設備，譬如為眼力唔好人士而設嘅放大機，為輪椅人士而設嘅可升降台。當然冇人用緊嘅話，其他人咧亦都可以用佢嚟企喺度睇書㗎。另外仲有齊大人同埋小朋友用嘅電腦、飲水器、育嬰間呢一啲便民設備。任何人士嚟到香港公共圖書館都可以安心喺度打書釘啦。